各位街坊，我係思時姐。你哋係咪以為人一死，啲債就一了百了？正所謂人死如燈滅，燒張街紙落去就搞掂。天真！今日我要同大家傾嘅呢單案，絕對會震碎你哋對財富同法律嘅三觀。大家準備好未？一齊嚟剝洋蔥。講緊嘅就係最近轟動全港、震驚成個華人財經圈嘅死人破產案。主角係邊個？已故小巴大王，全港最隱形嘅超級富豪馬阿木。呢位老人家生前手握幾百億身家，出入低調到連富豪榜都上唔到。但係佢死咗唔夠1年半，喺2025年11月27號，竟然俾銀行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破產。你冇聽錯，係破產。法庭嘅司法文件上面啦，馬阿木嘅狀態咧，直接被無情咁打上咗一個英文字 deceased， 即係已故人士。哇！全城譁然，一個死咗嘅8億富豪咧，點解會淪落到要俾人破產呢？我話俾你聽，呢個絕對唔係咩法律界嘅笑話，亦都唔係銀行搞錯名啦。呢個係銀行用緊最辣最狠嘅法律武器，對住成個馬氏家族發出嘅奪命追魂 call。好多街坊第一時間一定會問：思時姐，人都死咗咯，骨灰都安放好啦，破產嚟做乜啊？破佢個神主牌咩？我初初收到風嗰陣都係咁諗。咁但係咧，當我撳住老總心口，叫團隊掘晒啲法庭文件同埋法律條文出嚟睇咧，我先發現呢招有幾毒辣。表面上咧，告銀行係告緊一個死人，咁但係咧，嗰骨子入邊咧，銀行咧係要一網打盡，凍結死者名下所有嘅遺產，查清楚遺產執行人究竟喺呢1年幾入邊將啲資產分晒去邊。根據香港破產條例，一旦法庭頒下破產令，破產管理人係有絕對嘅權力去追溯死者生前幾年內嘅資產轉移。你班後人呢，以為阿爸生前呢做好晒信託，以為搞好晒資產隔離，將啲錢轉晒落自己戶口，就可以印印腳袋平安。發夢！只要法庭認定呢一啲轉移係為咗逃避債務，破產管理人就可以一把扯爛呢一塊遮羞布，要求你哋將吞落肚嘅錢連本帶利嘔翻出嚟。呢個就係豪門遊戲嘅殘酷真相。個銀行唔係開善堂嘅，借錢出去嗰陣叫你馬生，收唔翻條數嗰陣呢，理得你係生係死，就算掘地3尺呢，都要將筆錢刮翻出嚟。咁究竟係咩事令到一個身家幾百億嘅大富豪搞到臨老唔過得世，死後仲要受辱？好多人以為馬阿木咁精明，由紅磡木屋區賣米起家，一世信奉勤儉，童子賣唔賣，點會留低咁大個手尾？錯啦，就係呢種自以為係嘅資產信仰，加上一次極度瘋狂嘅賭博，一手將自己嘅帝國推落深淵。時間推返去2017年11月，當年馬阿木家族牽頭用咗破紀錄嘅402億港紙，同成哥即係李嘉誠嘅長實集團買入中環中心。其中馬阿木自己一個人呢，就撳咗約110億，掃入13層全層甲級寫字樓。當年幾風光啊，報紙頭條全部都係佢。但係各位街坊呢，條數唔係咁計㗎。呢110億唔係佢床下底攞出嚟嘅現金，係槓桿，係借翻嚟嘅。傳聞話當時呢筆世紀交易嘅融資方案涉及嘅年利率高達18厘以上。18厘係咩概念啊？大家自己拎部計數機出嚟撳下，110億嘅18厘，即係每年單係俾息咧，都要接近20億港紙。你一層中環中心收得幾多租啊？收埋。連交利息嘅一個零頭都未必夠，呢啲叫咩？呢啲叫貴利息融資，係用條命去填個城。阿木當時點解夠膽死咁樣借？因為咧佢太信自己手上嗰隻現金奶牛香港專線小巴牌照，全香港得4350個小巴牌，政府死都唔發新牌，馬阿木一個人就揸住大半。喺2011年高峰期，一隻小巴牌炒到780萬㗎。佢諗住有呢啲牌照做後盾，中環中心就算暫時租唔出，捱過頭幾年，等樓價一升，賺差價都賺到笑啦。
佢賭嘅係香港樓市永遠只升不跌嘅神話。點知黑天鵝唔係一隻一隻咁飛過嚟，係一群一群咁衝埋嚟。2019年嘅社會運動啦，跟住3年嘅疫情封關啦，再加埋美國聯儲局狂暴加息，香港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升到嚇死人。中環中心啲租客走嘅走，縮嘅縮。最攞命嘅係佢以為最穩陣嘅小巴牌，因為鐵路網絡擴張同市民出行習慣改變，牌價出現咗斷崖式、斬頭式嘅暴跌。由當年780萬一隻，直插到底褲都穿埋，跌到2024年得返大概30萬一隻，蒸發咗96%啊！各位，一邊係每年幾十億嘅高息追魂 call， 另一邊呢係資產大縮水，成個現金奶牛瞬間變成深不見底嘅現金黑洞。呢啲唔係普通嘅投資失利，呢場係一場唔識計數嘅自殺。馬亞木成世人贏盡大大小小嘅風浪，最後呢一鋪接咗成哥個火棒，輸咗成副身家。各位街坊，講到呢度，我真係要啤啖氣。你哋聽我剝洋蔥聽得爽，但係我喺背後同團隊呢法庭文件計呢啲縮數，真係死咗唔少腦細胞。而家喺 YouTube 嘅算法好現實嘅，你唔撳個熱推，佢就當呢條片冇料到呢，直接沉底。如果大家覺得詩時姐今日同你拆解呢單豪門大戲，對你睇通個世界有少少啟發，唔該幫手撳個熱推，當係請我飲杯茶，等我哋有骨氣，繼續為大家爆大鑊。好，我哋講返單案，如果單單係輸錢呢，都未算最心寒啦，最令人心寒嘅係人性。面對咁大個財務黑洞，馬亞木過身後，佢啲後人係點處理嘅呢？過去1年呢，馬亞木家族喺市場上面呢係瘋狂拋售資產，折讓沽貨套現近10億港紙。例如中環中心52樓全層，2017年買入價大約係8.5億，最近以5.65億賤賣，賬面直接斬倉蝕咗大約33%。但係傳聞指面對銀行嘅巨額欠款，家族內部嘅態度非常強硬。有消息話，馬亞木啲仔女冇人願意用自己口袋裏嘅錢去代還債，更加拒絕將手上嘅核心資產無底線咁賤賣去填數。佢哋嘅邏輯好簡單，借錢嘅係公司名義，最多咪公司清盤，生前老豆分俾我哋嘅錢係信託，係私人財產，關我哋咩事？你睇下，錢買唔到真情，但係冇錢呢就見到晒人性。呢個時候，錢仲係咪萬能呢？馬亞木屍骨未寒嘅屋企人死咗唔夠1年呢，就已經計到咁清嘅，連老豆生前最緊張嘅明星都唔要，寧可眼白白睇住老豆個名俾銀行拖上法庭申請破產，成為香港司法史上極罕見嘅 deceased bankrupt。講到底，喺天文數字嘅債務同人性嘅貪婪面前，所謂嘅孝道、家聲、面子根本一文不值。表面上係一家人，但其實骨子裏邊都係一場等價交易。當個老豆再冇能力派錢，反而留低一張債務嘅時候，親情就脆弱過一張紙。大家回想下，馬亞木嘅一生真係充滿住宿命感。一個17歲由潮州偷渡落嚟香港嘅窮小子，喺紅磡大環山新村木屋區落腳。1967年暴動，個個走難，佢留喺度囤米，賺到第一桶金。後來巴士罷工啦，佢睇準時機做白牌車，一步一步咧建立起全港最大嘅專線小巴王國。佢將紅磡大環山嘅地址印咗喺小巴車門上一世，證明佢冇忘本，證明佢夠勤儉。但係結果呢，正一時勢，敗一時勢。佢贏咗前半生嘅每一次危機，卻敗俾咗晚年嘅貪婪同固執。佢生前最引以為傲嘅，只買唔賣金漆招牌，死後變成咗後人冇人肯認數嘅恥辱柱。呢單案未完㗎。2026年2月12號，破產令會進行首次聆訊，到時馬氏家族同債權人嘅角力將公諸於世。點解遺產執行人遲遲未定案？背後係咪涉及家族內部爭產？銀行究竟要追幾多錢啊？到時。但係無論結局點都好啦，馬亞木嘅故事已經寫低咗最諷刺嘅一頁。各位街坊，記住我一句話：世界係一個大賭場，金線以下眾生平等。
無論你生前幾風光，住幾大嘅屋，買幾貴嘅音響，只要你擺平唔到現金流，落錯咗一注，最後你同街市增產嘅阿伯冇分別。就算你幾百億身家，最後一樣要落得個死人破產嘅下場，連死後嘅尊嚴都輸得一乾二淨。真相大過天，條命最值錢。大家睇完呢單大戲，係咪應該返去好好審視下自己手上嘅籌碼？我係詩詩姐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解剖，記得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期呢，繼續同大家講最真實、最血淋淋嘅人性故仔。拜拜。